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好吧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我们来到气象局，为什么呢？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卫星云图，因为我们今天 Go Go 之际要带大家了解的就是气象预报员了。气象预报员每个都很有经验，经验就是经验了。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天气报得很准确、准？重要的就是他们要充实自己喽。怎么充实自己？要了解哪些知识呢？带您了解。气象局的预报员真的很专业，不但经过训练要有经验，也要有天气预报员的执照，才能够把天时报准。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季风逐渐减弱之后，东半部的云系慢慢减少，但是要特别注意，今天晚上有些南方雨系上来，所以西半部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，各地下雨几率会逐渐的增加。只是天气100%报准，真紧东南，因为天气真的变数相当大。就算目前预报的准确率已经可以达到85%了，但是15%的失误却可能影响大众生命财产的安全，所以他们预报的每一步都得要小心小呢。哇，超专业的，而且呢，天气预报员真的要很有经验。我们请比喻给我们念一遍。现在天气预报要报得准，很准确，是不是很有难度？预报上面一定会有它的极限，对，因为所有的天气其实有时候影响到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时候，都是我们要关注。天时预报员要有经验，有经验很重要，但天气预报受限天时变数太多太复杂，就算不断的升级软体跟硬体，还是没有办法达到100%的准确度，因为天时真的是变幻莫测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天气预报员这份工作真的是需要有非常精准而且又专业的判断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经验。经验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很准确，准。所以你在讲准的时候，也要很肯定哦。来看到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就是天气预报员要有经验，天时预报员要有经验，天时预报员要有经验。没有错，天气预报真的是需要非常专业的判断，辛苦了。我们下次再学习新的不同职业的单字吧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